我哋朝早9點同魏先生喺佛山上車，準備南下入境香港。我都好多謝我老細啦，我老婆啦，放我2日假，我可以出去放縱一下啦。咁所以有呢個機會，我一定要把握住咯。用咗大約個半鐘去到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，乘客同司機要分途過關。魏先生就用咗大約10分鐘完成手續，揸車進入港珠澳大橋，再揸多大約1個鐘頭抵達本港。現在有冇人啊？冇啦冇啦。哦，好，3位。係3位。OK，前面右邊。過關之後，沿青馬大橋出市區，先去到昂船洲大橋觀景台打卡。之後去到油麻地一間茶餐廳食午飯。GPS 信號已經中斷，但係車內嘅導航未更新，唔支援跨境定位，要連同手機導航一齊用。咁真係冇位喎！千辛萬苦揾到目的地，但係兜幾個圈都冇位泊車。老細嘅技術可以搭夠，你冇車位，點都唔得。即係呢啲旅行攻略咧，過往都係教你點樣坐地鐵，點樣坐小巴。咁好似我哋一開車完全冇攻略。落車行多幾個圈都揾唔到車位，唯有泊喺路邊食咗晏先講。但係開飯冇耐就已經收到通知，要食埋牛肉乾，唔係320。加餸已成定局，唯有收拾心情去海運大廈觀賞維港景色。係預咗錢係去俾泊車費、俾咪標費嘅，冇諗過會俾牛肉乾咯，係會有少少影響嘅。可能我只可以改善我自己啦，我冇辦法改善香港啦。咁我可能會去返啲比較稍微寬鬆啲嘅地方啊，就可能稍微偏少少冇咁市中心嘅地方啊。準備離開之際，又遇到阻滯。離開停車場，八達通機喺車嘅右邊，但係司機位喺左邊，要特登落車拍卡。香港停車場嘅充電樁大多都係採用歐洲制式，俗稱歐標，內地就用國標。如果越車車主想嚟到香港叉電嘅話，咁就要預先自備轉插。魏先生之後經西隧去到堅尼地城籃球場等日落嘅時候打卡。佢留喺香港2日1夜，亦都會揸車去到鹿頸、飛鵝山等等。Now TV 駐大灣區記者黃詠芝報道。